佢拍過唔錯嘅大電影，鏡頭下粒粒都係天王巨星，仲做埋監製，成個電影業俾佢搞彎晒啦。點解搞彎晒？一齊嚟睇下呢套片廠風雲啦！由 roll 晒成個北韓串到依家串翻自己本行 ，Seth 飾演一個喺 Continental Studio 啱啱成為監製嘅角色，抱有一個好似 Quentin Tarantino 咁偉大嘅電影夢，霧裏看花咁樣憧憬咧，可以製作多套咧充滿藝術性但係票房又極高嘅電影。咁當然咧，我哋都知啊，兩者永遠不能夠掛鈎嘅。咁正所謂咧，凡係柒過咧就必留痕跡，做咗監製咧就係佢嘅噩夢開始。但係身為喜劇演員出身嘅佢，將所有尷尬情況都好似周星馳看世界咁樣嘅燒出，好笑到你會好奇究竟片場入面係咪真係咁離譜啊？但係入得依行，至少都要做一件離譜嘅事係嘛？係咪？有幾離譜？咁兩位主角 Seth Rogen 同埋 Caroline O'Hara 早前咧就喺金球獎嗰度頒獎，首先係 Seth 全主辦單位今年用埋晒啲奇怪角度去拍頒獎人，然之後再用成個 Airtime 咧亂咁噏大家喺加拿大得到一個咧虛構鹹片界嘅獎項。咁但係台下咧就完全冇任何尷尬嘅，做咗呢啲喜劇節奏咧，更加令到原本好悶嘅頒獎禮咧多咗啲記憶點。咁事實證明咧，離譜嘅嘢都可以擺上台面嘅。咁我哋講翻套劇先。咁自編自導自演嘅 Seth 咧，以真實嘅製作人角色 Mac 同你講，中意電影同埋拍電影真係兩單嘢嚟嘅。咁短短11集咧，已經道出咧片場內外咧面對多種狀況，咁赤裸嘅程度咧，亦反映咗現時電影界嘅現況。即係例如隨手可見嗰啲飲品啊、嘢食啊、手機 game 啊，都慢慢開電影版，而票房大賣嘅電影就可以無限咁開續集，經典作品翻拍真人版咧，但係炒晒車。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身為 producer 嘅 Matt 咧，用自己催眠可以保留電影藝術，但係同時間因為投資者大 Q 晒嘅世界入邊咧，嘩眾取寵嘅主題咧，越係佢哋首選，所以拍 Minecraft 或者 Snow White 咧，就係近年嘩眾取寵最佳嘅例證。但係離譜嘅背後，熱愛電影嘅靈魂咧，亦都長存。睇完之後咧，我就最中意第2集嘅混亂，因為呢集 Map 咧啱啱用一個啱啱上位嘅新身份咧入咗片場，咁憧憬見到拍電影嘅動人一幕咧就誕生。咁當然啦，所有人咧都對佢咧伴君如伴虎，又想佢以監製身份科水，又想佢唔好俾意見，企定定做個木頭人。咁 Map 左右不逢源咧，結果係可想而知嘅。咁點樣咁混亂咧，就留翻俾大家睇啦。只要話咧場景調度咧以近乎一鏡到底嘅方式咧去交代佢點樣喺整個片場咧點樣大步走咧，好係近乎完美啊！令我諗起另一套咧又係以混亂而聞名嘅大雄餐廳。咁廚房入邊嘅刀鋒同口角漫畫咧輸出喺一個美食之前咧就係一個大亮點嚟嘅。咁所以如果你都中意大雄餐廳咧，我都會好推介你睇呢套劇。咁翻套劇度先。佢都有唔少場景咧去致敬翻電影嘅，亦都有唔少大導演咧肯客串做翻自己。有 Zack Snyder 啊，當然唔排除係 Apple 同佢哋有交涉啦。咁令你咧覺得雖然好荒謬，點解會有啲咁黐 L 線嘅人？同時令你更加好奇電影產業多啲，好奇到你入翻戲院去欣賞呢班黐 L 線嘅人咧點樣執着。點樣喺離譜嘅背後咧，有好多苦水唔信得嘅情況發生。咁電視咧雖然大，但戲院嘅世界咧其實係更大嘅。咁老土咁，希望大家可以翻戲院咧，令你揾翻好似主角 Matt 咧第一次睇戲嘅純粹同埋童真。咁呢次嘅介紹就差唔多，咁歡迎大家咧俾 like、俾 comment 同埋 share 條片出去，亦都可以 follow Fat 同 IG。咁得閒入嚟咧同我傾下偈，咁我亦都咧會間唔中 po 下啲嘢咧，講下自己近況。好多謝大家。